任志剛對委員會報告逐點反駁，首先反對報告對佢嘅譴責，認為有關立場係基於一啲錯誤嘅觀察同埋揣測，亦都對當局嘅監管工作未能夠作出公平同埋正確嘅描述。任志剛話：投資者嘅損失係由雷曼倒閉造成，並非因為當局對銀行監管不力。又反駁報告指金管局冇即時採取行動。任志剛話：金管局喺05年已經加強監管，而且一直有作出評估，及時跟進。又憶述當年冇發現有嚴重嘅問題，形容雷曼嘅倒閉係意料不到。任志剛話：多年嚟喺金融領域上為香港市民服務，自問盡心盡力、鞠躬盡瘁。雖然有充分理據尋求司法覆核，但佢認為單憑一人嘅力量難與整個政治機器抗衡，所以決定唔再評論，強調問心無愧，深信公道自在人心。而立法會調查雷曼事件小組委員會3名冇簽署報告嘅成員黃宜弘、林健鋒同埋石禮謙，亦都發表7頁長嘅小眾報告，佢哋亦都不同意譴責任志剛。黃宜弘認為要任志剛負全責並不公平。任志剛唔係一個神仙，而呢個雷曼事件嘅發生呢，係神仙都避唔到嘅，係一個國際上嘅嘢。係冇人可以想象得到嘅，呢個唔係佢個人嘅失職嘅問題。林健鋒就擔心會俾外界錯誤印象。今次雷曼事件呢，我哋睇到係牽涉到證監呢個金管局同埋政府有關嘅部門嘅。咁係唔係應該一個人去孭起晒佢呢？即係我哋覺得唔係。咁因為喺發行呢啲衍生產品或者債券嗰陣時呢，都係要經過證監佢哋去審批出嚟嘅。如果係將一個咁重嘅批評，淨係擺落去任總嗰度呢，即係我哋覺得係唔係好公平嘅。